是行同齐。怎样爱才会讲白？怎样分才会相识？你对阮的心，阮对你的情，予世界充满美丽。感谢你送我的花，感谢你所讲的话，无论情我亲爱我亲，总是伤害一个。莫想遐尼多，爱你无后悔，莫问遐尼多，爱你无代价。咱行过这段路，亲像试半月。孤单放风吹，悲伤放雨飞，无论心我酸，风我酸，感谢有恁两个。莫想遐尼多，无你怎样过？莫问遐尼多，予你的一切。花花公主这个招家讲啊，因为毋肯甲拄啊死养无偌久的兰阿妹相亲，叫伊的死忠兼换贴的李阿迪啊，叫伊的名去赴约，而且答应到时会带一个假作有心，而且叫阿迪啊放杀的查某来替伊解围，以免阿妹啊甲伊个高高低。哪知两个人竟然一见钟情，而且呢招家讲啊发现到阿妹啊是梦中的情人，听讲代志的真相无爱讲个清楚，互阿妹啊误会李阿迪真真正正是一个爱情的骗子。经过无偌久，李阿迪去庄脚监督做桥的工程，啊，一夜拄好细厝搁细伫阿妹的因兜，阿妹为着设法要将李阿迪啊赶走，去找伊的好朋友水花啊，拄着为着要将阿妹啊带伫因兜的迄个招家讲啊。阿伯，哦，哦，对啦，你就是迄个叫石家港放沙，搁大我倒迄查囡仔的表兄嘛。对，就是我，就是我。等下，我规个拢火去啊！啊，嘿，最尾啊讲你就是石家港，即摆后尾啊讲你是迄个叫石家港骗去的迄个查某的表兄，哦，那二炸炸呢？无啦，姊妹啊，我哦当然是正港的石家港啊。你哪会是啊？你娘做我毋捌亲目看过伊哦。毋是啦，你看着你的石家港吼。伊是一个爱情骗子，大色人呢，伊的正名叫做李阿德，李阿德。原来伊假用你的名。对啊，这个大概伫外口拍桥节骗查某囡仔、诱拐查某囡仔，用我的名的，结果大家拢找到我这来啊，连什么警察啦、刑事啦、调查局啦、安全局啦，连家人拢来找伊。对啊，有人怀疑讲伊是中山之人、电梯之人。原来是安尼哦。啊，毋过安尼人嘛毋对呢。伊会当假你的名，啊，哪会当替你去搞相亲啊？迄个是安尼啦，伊是我公司内底的干工啦。啊，伊知影讲你足水的吼，听讲咱两个要相亲哦。好用干假呢，伊就假作讲姊妹啊，敲电话通知讲相亲取消啊，伊才代替我，冒我的名含你见面。吼，那这人有够比拼下流的啊！啊，当你才知，迄阮表小妹啦，佮足侪查某囝互骗的吼，这个代志拢无解决哦。伊即马我用尽办法要来骗你啦。怪哦，这个做到阮兜去哦。什么？伊做主动去恁兜？哦，你哪会这么戆啦？厝哪会租伊啦？安尼有做引狼入室呢？哎哟，啊，毋是我要做伊的啦，是阮妈妈做伊的。嗨啦，代志大条啊啦！你毋知哦，这个高兴囡仔啥物代志都做会出来。是对解？伊杀一个查某囡仔呢，结果嘛是做主动去因兜隔壁，3更半暝甲弄入去，结果就甲好势啊！真正有这种代志？当然真正的啊！我毋是你讲过，有人怀疑讲伊是中山之人呢。啊，伊的房间是毋是住伫你的隔壁？这声你今仔一个一定去好势啊啦！我讲我即摆先表演一摆伊安怎对付你？伊到半暝弄去你的房间，就是趁你即摆规人戆去规人行到戆去的时阵伊就安尼甲你刺落，了后伊就进你的头门。原来
的冰。过来，伊就是真理的水啦。无啦，莫惊，我即摆吼是表演一届吼，看伊安怎对付你啊。所以吼，即摆上好的办法就是甲即个李亚德赶出去。我嘛想要甲赶走啊，毋过阮妈都毋肯哦，讲啥物生做中和老师，一点仔都无像爱情的骗子。对，这个高死囡仔吼，就是靠迄个中福老师的面吼，这规拖拉机的查囡仔，去互骗甲失身啊、自杀啊，偌严重咧！上看的就是哦，竟然假你的名去搞相亲啊！对啊，你干嘛去阮兜搞嘛证明嘛？明一啦，这到时吼，你妈一定认为讲是咱两个串通好要甲骗啊！对，你安尼讲嘛对吼。哎呦，我今日来吼，嘛是要找水仔叫伊甲我斗想办法，看伊当会甲赶出去无？别找我，你要甲赶出去哦。哎呀，好。你甲赶出去了后，我才请伊倒来阮兜。安尼就是近水楼台呀。歹势吼，你杀了伊哦？我若无去杀着伊，哪会走入去你的房间啊？哎呀，有啦，我有办法啦。安尼啊，今仔日以后，我着继续女鬼去甲吓惊。讲我较早就是死伫即间房间。睇你嘛较拜托的，咱一个查甫人哪会惊鬼啦？对啊，这步无效啦。莫讲伊袂惊啦，伊根本就袂相信啦。这代对，假做女鬼，对。你当着讲伊袂相信啊？即摆佫叫伊假女鬼？无啦，你这出哦是要互你妈妈看的，安尼哦，你妈妈才会相信讲有一个查囡仔去互这李亚德放散，了后跳崖啊自杀，阴魂不散要来找伊算账。安尼你妈妈知影吼，这个李亚德是一个爱情骗子，要甲赶出去才有鬼咧。对，赞，这招是较实在。今仔以后，咱就把你给进行落去。好，安尼吼，你先准备一下，我先来等。阿梅小姐，我送你。不用了。好好准备，照就不管做落。Yes。讲完了，恁即摆是咧变啥把戏啊？我来看个噜啊！袂落啦，爸，我嘛要入来准备，演看因搬恐怖戏。恐怖戏。哇，兄长啊，这个土地吼，真适合来去孤儿院呢。风景真水，地点嘛真适合。你唔知想的吼。这我等下再来派人查看吧。啊，不过若是查到，对方若唔肯卖，啊变怎？去孤儿院是做慈善的事业，嘛是为子孙仔责任着。我相信对方一定愿意才对。安尼就拜托兄长啊。唔通讲拜托，应该。阿爹啊，你转来啊？兄长嘞？哦，兄弟，我就讲伊若无有代志，我倒来食饭啦，叫我甲你回一个失礼。哎呀，无要紧啦，好食呢，来，你坐。安尼啊，歹势。阿妹啊，较汤好未？阿妹啊，好食饭啊，你要创啊？甲即种人食饭哦，拜托。你别讲啥？无啦，我是讲吼，我以后袂习惯吼，甲千位查甫人安尼食饭。哎呦，阿弟咱是青云人啦，伊是咱的厝脚呢，而且吼，伊我咱食饭，大家斗阵食。对啊，袂是毋是讲我后摆就要捧一个饭去房间食？就是呢。阿妹啊，来，遮坐啦。顺便甲阿弟吼，缀一下饭。啥？我甲缀饭？啊，人是人客啊。阿妈，安尼我嘛袂习惯，我家己来就好啦，哈。阿弟啊，免客气去坐咧啦，好阿妹来甲你缀啦，吼。
阿妈，你菜这么澎湃吗？好啦，几行啊呀？谢谢啊。哎呦，啊这饭底甲这么大碗，我要哪食会去？吃袂起哦。是啊。妈来，这饭好。来，快点吃。阿弟啊，唔免客气呢，快点的哦。好好好。啊，对啦，这红烧鸭吼，这是阿妹煮的啦，好你食看卖，吼。哦，好，谢谢哈。阿妈，这红烧鸭吼，这个够好食呢。有影。嘿嘿，足好食呢。好。哦，嗯。阿妈，来，这清蒸鱼吼，有够赞的。有影。哦，真的。来，再一罐。安尼啊，想袂到你的菜主要遮赞的。清蒸鱼吼，来一个啊，真正有够赞的。阿妈，啊食饭食到欢欢喜喜，啊你啥咧伤心？阿弟啊，你拄仔甲我硬菜的时阵，害我想起着当起时，我甲阮囝寄来啊，甲阿妹斗阵食饭的时阵，阮囝寄来啊，甲我甲阿妹硬菜。阿妈，莫阁伤心啊啦！我哪会袂伤心啦？阿弟啊，你若是寄来啊，迄毋知要偌尔好咧。阿妈，啊你当作我是寄来的就好啊。嘿，阿妈，无啦，我意思是讲吼，无安尼啦，你若无去嫌吼，我认你做客母，好无？认我做客母？嘿，真是嘞。阿妈，其实吼，我自细汉就是一个孤儿啦。我一直嘛希望讲吼，有一个老母亲像你安尼，啊遮尔慈祥。所以讲，你若是无去嫌吼，我是毋是会使？哎呦，阿弟啊，我欢喜都袂赴啊，我哪会去嫌啦？咩啊？母啊！阿弟啊，我又有一个好声啦！哎呦，真好诶！咩啊？阿强哦。对啊，阿妹啊，啊你是甲人咧伤心啥的？我干嘛赶快？想起我死去的后生，起来啊啦！哎呀，莫伤心啦，莫伤心啦，无安尼啦，你若无去嫌吼，我嘛顺便做恁翁好啦。对啦，啊，就认我母啊，啊，就是恁翁。啥？你讲啥？无啊，我敢若无讲啥吼。你明明讲你要做阮翁啊！无啦，迄是要甲你安慰的啦，啊，我则无注意才去讲闹交去啦。这有代志爱安慰，爱讲到到的哦。无啦，我若无甲你安慰，啊，啥物甲你安慰？我讲唔对去啊。无啦，我无甲你安慰啦，无啦。苦苦的一杯酒，希望会当解阮忧愁。莫想遐尼多，爱你无后悔，莫问遐尼多，爱你。这个爱情的骗术大色人吼，真正有厉害啦！两三下吼，就做离阮大家做妈妈，搁想要做阮翁，即摆骨卡烧出来啊吼！哎呦，我都要12点嘛，啊，最后要来加开，那到这未来啦。已经啊，
一定要给我行咩？哎呦，安啦，那我是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女主角。到时阵吼，我一定叫阿妹妈妈吼将阿弟赶出去。好，我拢不小心。我来呀。也要死前，一定要见一面，这是我的心愿。哎呦，迄落啥？讲这个房间有迄落梦算的。我较早咧乌工地上去挖着死人骨头，害我3暝3日困袂去，佮定定咧迷茫。哦，我是梦冤家，用我命来。哎呀喂，真正有梦算的哦！哇！那是我心肝阿弟。哎呦，水花啊！找唔到房间啊啦，这是阿弟的房间，我妈的房间伫隔壁啦。哎呦，你哪有较早甲我讲的啦？害我甲我李奥纳多惊结婚去啊啦！哎呦，安尼是我的英雄，你哪会使惊鬼的啦？哎呦喂，大伊这个人吼，歹代志做到底，哪会唔惊啊？阿哥，敢有人咧叫阿豆呢？哎呦，3更半暝，大概咱听唔到，紧啊啦，来我妈房间啦。去。安怎啦？迄是啥？鬼啊！阿弟，大人，怎么回事？我看无，我先恐怖去，傻傻。苦苦的一杯酒，希望会当解阮忧
受遐尼多，爱你无后悔，莫问遐尼多，爱你。阿德，阿德。是你哦，我徛一个，阿姨是要来找你的啦，拄则伫咧头前试电铃，电铃歹用，才蛇对后面门来啦。老三，这个房间有鬼啦！爱你爱甲阮的心加归球，等你等甲毋敢记太阳球，别人敢有可能亲像我温柔可爱的模样，像我情深意重牵你的手。苦苦的一杯酒，希望会当解阮忧愁。